台南安南区一个60多岁妇人人伫厝里昏去，送去病院检查是日本脑炎，这是台南今年的第4例。因为这日本脑炎和天狗节同款，拢是透过网络来探病，而且在1礼拜内已经出现2例日本脑炎啊。卫生局是呼吁民众要注意环境的清洁。卫生局防治人员伫较真正的出门口挂网仔顶，嘛去附近的池仔检查水底监视，还有洗水池。日本脑炎高峰期已经过，但是最近1礼拜煞了变2例，统计今年已经有4例。卫生局除了派人去安南区挂网仔顶防治以外，嘛发宣传单，提醒民众爱做好灭网的工作。我是感觉只狗哦，甲接出来喷哦，杀到死甲要紧啦。点网仔顶啦，买一桶啊网仔顶啊。有啦。这个确诊日本脑炎的是一个60几岁妇人人，9月2日先出现腹肚无爽快、发烧症头，过2天意识就开始无清楚，走路可以跋倒。10月初1叫厝内底人发现伫便所人昏去，紧送病院。查到确诊日本脑炎，带做伙亲人目前是也无出现任何症头。个案活动地附近有饲养禽类，邻近有公园及池塘等高风险环境。那卫生局所及区公所立即启动附近高风险场所的调查评估，并悬挂诱蚊灯，同时落实环境的灭蚊及诱捕病媒蚊等相关防治措施。日本脑炎的探病网主要是3班加网、环门加网、甲天狗节无同，多数拢活伫咧田里、池仔、沟仔一寡所在。然后饲猪的有带着病毒，这探病力就会愈强。若要莫去治着日本脑炎，上有效就是紧去做预防针。那活动的场所附近有饲猪的，也是其他较会洗网的所在，经过医师的评估，嘛会当住回来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